次講解的是軟件節目編輯。首先打開 LED Vision 軟件，設置桌布大小。桌布為播放節目的區域，可根據實際情況設置桌布大小。接着我們創建節目頁，右擊 LED 1，選擇普通節目頁，右擊普通節目頁，可根據實際需求選擇相對應的窗口類型。這裏我們選擇文件窗。窗口屬性，這裏可以設置文件窗的起點、坐標位置以及寬高。右擊文件窗，可以添加視頻、圖片等其他類型的文檔。右擊普通節目頁，我們選擇添加單行文本窗口，設置起點、坐標位置。這裏可以給單行文本添加一個邊框。右擊單行文本窗口，選擇添加單行文本。單行文本屬性這裏可以設置單行文本的字體大小、津長特效等。點擊播放，